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7月1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最近的热点话题，也就是娃哈哈，也就是宗庆后塌房事件。随着这几天舆论的发酵，我也发现了，现在这个舆论已经慢慢转向，人们已经从娃哈哈的创始人宗庆后人设塌房，也就是这个布鞋首富一年只花5万块，爱国这个企业家。突然冒出3个美国子女，原来宗庆后有4个孩子，这4个孩子也是由3个人生的。但是现在舆论已经开始慢慢转成什么？不是家产之争了，已经变成一个复仇记。什么复仇记？也就是第一长女宗馥莉向这个如夫人或者是小3、小4以及他们的孩子发出复仇，为母复仇，为他妈出一口气，而且为了复仇准备了很长时间。这是网上的一个舆论的转向，同时今天好像网上也爆出另一种说法，叫影子夫人或者叫如夫人，或者就是通俗说法叫小3，但是这些都是网友说法，这样便于大家理解。说这个影子夫人不满宗馥莉折腾娃哈哈，这是娃哈哈的老员工爆内幕，也就是让这个豪门恩怨由简单的争夺家产变成了争夺控制权、话语权。内斗变得升级，也就是扑朔迷离。今天正好凤凰网财经叫风暴眼，它刊登一篇报道，标题就叫影子夫人不满宗馥莉折腾娃哈哈，老员工爆内幕。现在支持娃哈哈的、支持宗庆后的粉丝恐怕很快就要分成2波了，一波是支持影子夫人向宗馥莉开炮，一波是支持宗馥莉这个复仇记，为母复仇。我们看看这个凤凰网的风暴眼他是怎么报道的？说创办38年的娃哈哈，一场未卜的风暴正悄然酝酿。宗聚昌、宗杰利与宗继胜已在香港和杭州2地对娃哈哈新任掌门人宗馥莉提出诉讼。其代理律师公开表示，3人实为宗馥莉的同父异母弟妹，母亲是娃哈哈公司元老杜建英。风暴眼的报道这一块还是不够这个细致。他说，向宗馥莉提起诉讼的这个3个孩子，母亲都是娃哈哈公司元老杜建英。这个说法不准确，因为他的最小的孩子好像才10岁还是8岁，根据年龄推算，也不应该是杜建英的孩子。网上爆料是宗庆后那个别墅管家的孩子。到时候还是看法庭的官方文件。这个杜建英曾被视为公司2把手。但随着宗馥莉进入权力的中心，在2010年前后，其离开娃哈哈。3人提出2项核心诉求：一是主张获得价值21亿美元的信托基金权益，据称该基金为宗庆后生前承诺设立。还有消息称，二是要求确认对宗馥莉所持娃哈哈集团29.4%的股权的继承权。这一消息与公众过往认知形成强烈反差，在外界印象中，有着布鞋首富之称的宗庆后，在家庭关系向来清晰简单，仅有妻子施幼珍与独女宗馥莉组成的核心家庭。而这场诉讼的最终结果，或将直接牵动娃哈哈这家老牌企业的未来归属。风暴眼对话了2位娃哈哈老员工。其中一位透露，杜建英认为娃哈哈已被宗馥莉折腾得濒临困境，对此实在有些看不下去。该员工同时提及，杜建英已表露接手杭州上城区文商旅集团所持娃哈哈集团46%股份的意向。这个就狠了，这个已经不是简单的什么离岸信托财产的纠纷了。这个已经是控制权的纠纷争夺啊！作为如夫人杜建英，她要拿到接手杭州国资委的这46%的股权，那她就成了第1大股东。我记得前一阵子有媒体报道，杭州国资委有意向把46%的股份要出售，这个我是支持的。这种混改确实比较麻烦。以万科为例，你大股东明明是国资委，但是大股东又不参与经营。娃哈哈也是的，大股东明明是杭州国资委，但是大股东又不参与经营。就任由2股东在这里折腾，万科是任由这个管理层在这里折腾，穷庙复方丈。
所以说你还不如国资委国资退出，就像那个格力一样。格力以前大股东是珠海国资委，人家珠海国资委就退出了，拿了400亿走人。那格力有你董明珠和那些什么私募，你们玩，你们随便折腾。那这个我是非常支持杭州国资委从娃哈哈退出。风暴眼说，企业内部更是暗流汹涌。今年娃哈哈被曝委托金麦郎代工的消息，便被指与双方的分歧相关。娃哈哈关闭了10多家分厂的生产线，导致产能不足，而这些生产线的主要归属方正是杜建英。我关心的不是这些，我关心的是大股东明明是国资委，但是你看娃哈哈代工都是指定有这些就利益相关的人，有他们的在外面设立的工厂去代工，这不涉嫌利益输送吗？这难道不涉嫌国有资产流失吗？对吧？就这么赤裸裸的干。所以说国资越早退出越好，拿个好价钱走人。这场家族内斗不仅影响了公司运营，也让外界对娃哈哈未来充满疑虑。对于这一事件，娃哈哈相关工作人员对风暴眼表示不回应。这个风暴眼他报道的这第一个部分说，杜建英，也就是宗庆后的第2任妻子啊，叫杜建英，已有意接手国资持有的娃哈哈股份。这个讲述的人老员工是2000年前入职娃哈哈的老员工，那恐怕也小30年了。说之前内部都听说过宗家的事，宗老还在的时候，问题不会摆在明面上，大家工作没怎么受影响，只是当茶余饭后的谈资。他说我2000年前加入公司时，杜建英已经是公司2把手，很多事宗老不在的时候可以找他，他可以拍板。2004年大小姐指的是宗馥莉开始进入公司后，随着越来越进入权力的核心，在2010年左右，杜建英就不怎么出现在公司了，只是还会出现在公司内部的通讯录上，依旧挂在总经办下面，能看到内部公文，也就是从娃哈哈的权力核心退出，这个宗家大小姐嫡长女逐渐的接近权力核心。这个老员工说，我印象深刻的是在2019年通讯录上就看不到他名字了，那也就是可以理解成宗馥莉发起的复仇，是一点一点的把杜建英从娃哈哈这个里面消除掉。说在公司内部的大会上，两人是不会同框的，有杜建英的场合，宗馥莉是不会出现的。两个人的矛盾是公开化。就在宗庆后死后不到1年，今年杜建英找一些老员工聊过，他认为娃哈哈被宗馥莉折腾的快出问题了，有些看不下去了，也就是可以理解成杜建英要反击了。当然了，反击大家都是叫师出有名，都会找一个好的借口，都要占据道德的制高点，这总不能把这个降低为争夺家产、争夺控制权，他一定会找个比较好的口号啊，或者是为了员工着想，为了就业，或者为了娃哈哈品牌，一定会打这个比较高尚的这个标签，披着一个道德的外衣。这就是咱们中国人做事喜欢的一个方式，叫师出有名，名正言顺。说之前杭州上城区文山旅集团有和宗馥莉持续谈判，有意将持有的46%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股份转让给宗馥莉，但价格没有谈拢。杜建英知道这事，跟政府要求股份转让必须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这一点杜建英是对的，我支持杜建英要求你国资你要转让你的股份，你应该公开招标，你怎么能私下的谈完了这折多少钱给人家？如果你私下的谈，你的46%的股权，无论是高了还是低了，最终都会有人出来指责国资你是国有资产流失，涉嫌公开招标不就完了吗？那杜建英他要得到这46%的股份控制权，他肯定要出钱。这个娃哈哈的老员工说，他说我认为杜建英有想要接手这46%股份的打算，一来他是公司元老，和宗庆后一起把公司做起来的，二来他也有购买的经济实力。这个话让人就比较这个费解了，这杜建英怎么会有这么多钱买下46%的股份呢？说现在的情况是，宗馥莉持有的那部分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并不稳，
他说单城区政府持有股份46%，中富力只继承了宗庆后29.4%的股权，员工持股会还持有24.6%。员工持股会的24.6%的股份里，据我了解，有5%的股份是原来单城区政府转让出来的。如果单城区政府把这笔股权收回，加上此前就有的46%股份，加起来股份有51%，就可以实现绝对控股。他应该在考虑这个事情。大家想一想，这个我记得宗庆后死之前，有很多人把宗庆后推上神坛，说宗庆后多么伟大，有大爱，对吧？不到2级市场就割韭菜，这是有大爱，绝不上市。你现在看一看，你说这么复杂，他能上市吗？他这股权清晰吗？对吧？他实际控制人到底是谁？对吧？这都是一团酱，你说怎么上市？在娃哈哈内部流传的情况是，杜建英在2005年就和宗庆后在美国领了结婚证。这个在美国领结婚证管用吗？就最主要的是，这宗庆后跟他第一任夫人，就是宗馥莉他妈，是什么时候离的婚？如果说跟这个宗馥莉他妈还没离婚，就2005年在美国领了结婚证，那这个不涉嫌重婚吗？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一次这个宗庆后的3个美国孩子起诉这个宗馥莉，这恐怕要拔出萝卜带出泥，这里面有很多问题，甚至有可能涉及违法犯罪。但是为了财产，为了控制权，他们也顾不上这些，这个恐怕最后是非常难堪的。宗庆后身败名裂，这不仅是私德有问题，恐怕还违法。你随着这个往下扒，一定会的。有关部门这个不可能装聋作哑。我们接着往下看，很多人只知道宗庆后是娃哈哈的掌舵人，其实杜建英的作用也不小。当年我们这些大学生刚进公司的时候，都受过他关照和提携。这个风暴眼第2部分说今年关闭的10多家分厂生产线都是归属杜建英。这个老员工说，在娃哈哈工作20多年的中层员工之前一直给宗庆后树立一妻一女一布鞋的形象，可能杜建英也是为了维护老板名声选择了不发声，但这事肯定是瞒不住的，迟早都会被人知道。你看看，为了人设，杜建英选择不发声，那现在这个苦果你就来吞吧。如果当时就不要搞这些人设，我在想，宗庆后其实不搞这个人设，他影响他卖娃哈哈水吗？不影响啊。你谁买娃哈哈喝是因为他就一妻一女穿布鞋，那是去年，对不对？有人在网上搞这事，最后你看现在宗庆后就要被他的爱国人设要反噬，这就充分的反映了有些人就是说，像这些企业家，虽然他是首富，他也有很多缺点，既要又要，各种装虚伪。这个老员工说，我来公司20多年了，公司有很多人都是宗家的亲戚，老板和杜建英的关系大家都知道，那这些人都是同案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娃哈哈公然这么给宗庆后搞人设，这些人都在那儿，难道不知道这个要反噬吗？难道不知道这后面宗庆后死了以后会身败名裂吗？你在利用这些网上这些民粹，这些8到15岁智商的人的时候，没想过这些吗？现在跑出来轻飘飘的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公司里面都是宗家的亲戚，都知道他们的关系。你早为啥不说？去年在民粹最热的时候，给宗庆后封圣的时候，怎么不站出来说？所以这些人都是帮凶。杜建英从娃哈哈离开后，创建了三杰公司。三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7月7号。老员工说，他说我们都觉得三杰这个名字跟3个孩子有关，3个孩子的英文名字首字母是 J， 就是勾，因此用谐音三杰。宗馥莉之外，最大的一个孩子宗继昌已经来过娃哈哈了，在公司里也上过班，但是后来可能是宗馥莉比较强势，这个宗馥莉不认宗庆后的其他孩子，宗庆后也没办法。后来宗继昌没待多久就离开娃哈哈公司了。当时大小姐就是宗馥莉还在公关部门，还没有兼任娃哈哈副总经理一职。杜建英和宗家人相处很融洽，创立了三杰公司。这家公司除了杜建英，还有宗蕊。这个宗蕊，宗庆后的亲妹妹，这个宗馥莉还有那3个孩子的姑姑叫宗蕊，
说杜建英和宗庆后应该是领了结婚证的，具体时间不清楚，但肯定是两人生完孩子以后才领的证，领证原因可能和上家谱有关，也就是你没有领证，你的孩子上不了宗室家谱。首富这么有钱，也被家谱所约束。在宗老去世后，家族的矛盾逐渐摆在台前了。去年，也就是2024年，宗馥莉提交辞职信，据说杜建英本来是建议从外部引进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公司，但最后因为各方面的压力，外部引进职业经理人计划被搁浅。今年娃哈哈被爆出找金麦郎代工，也跟他们的矛盾有关。今年娃哈哈关闭了10多家分厂的生产线，同时又投建了新工厂，但据我了解，生产线到现在还没有开始生产，这导致娃哈哈产能不足，去找第三方代工，所以就出问题了。这些生产线宗馥莉有股份，但主要是杜建英的。很多员工因为这个事没工作了。我们都说宗馥莉这是伤敌1000，自损800。实际上，宗馥莉掌权以后，要把杜建英这个势力全部排挤在娃哈哈之外。以前杜建英占股比较多的这个工厂，他承接娃哈哈水的代工厂生产。宗馥莉上台以后，这个代工不让你3家公司来做了，人家要用新的代工厂，新的代工厂也没有投产，所以就找金麦郎代工。肥水不流外人田，他现在非要流到外人田，就这个意思。2024年起，宗馥莉要求老员工将劳动合同转签至鸿盛集团，这个鸿盛集团恐怕就是宗馥莉掌控的。3节那是杜建英掌控，你看看这个不仅扒杭州国资委的这个墙角，这也在挖这个宗庆后那20%几股份的墙角，对吧？还有员工持股的墙角。他说我们因为拒绝导致被针对。仅年终奖就少了好几万，现在每个月工资也少了。他说我们现在很多员工正在和公司打官司。这个就是凤凰网财经这个风暴眼刊登的一篇报道。在我看来，杜建英那就是不想忍了，已经忍了1年。宗馥莉现在是动作越来越大，要把杜建英他的势力完全清除出娃哈哈。杜建英就正式反击，在香港和杭州两地起诉宗馥莉，表面上看好像是为那个离岸信托，实际上恐怕最终是指向控制权。只要离岸信托官司一打赢，那么杜建英下面这3个孩子，他们对宗庆后持有的娃哈哈的股权的26%的股权，现在不是26%由宗馥莉继承了吗？那么这3个孩子也有权利要求对股权进行分配。那宗馥莉最后持有娃哈哈的股权恐怕也只有几，10%不到，至少他4个人分。甚至杜建英他也有权利主张啊，他还有第一个老婆也有权利主张那宗庆后持有的娃哈哈的股份。那这样不管怎么弄，那个宗馥莉股份就大大稀释，他没有办法掌控这个，从股权上面他是不可能掌控娃哈哈的。所以这个也可以理解，宗馥莉掌权以后，他加快了把娃哈哈的资产向鸿盛集团转移的这种步伐，因为鸿盛集团他才能掌控，这个大家就好理解了。我对这个宗庆后不感冒的地方，最主要就是他既要又要，他不该设这个爱国人设这么虚伪。实际上，作为一个企业家，有什么毛病大家都知道。你比如说马斯克这么胡整，也没人骂他，他跟不同的人生孩子，你说谁批判他？没人骂他。国内还有一个搞游戏的，对不对？孩子有100多个。也没人骂他，他愿意，人家公开，人家不在乎，也不影响他公司赚钱，好像是叫什么多益网络是吧？我记得不太清楚，反正是有个搞游戏的，你只要合法，你跟第一个离了婚，你娶第2个没毛病；你跟第2个离了婚，娶第3个，跟第3个离婚，娶第4个，这有什么关系？你这合法，对吧？非要把自己打造成完美人设，身败名裂是在所难免。这是第一个，我实际上对他宗庆后的私德我无所谓的，但是我对法律问题，对杭州的国资、宗家财富，这对大瓜里面涉及的法律问题，我觉得不能视而不见。那首先第一个，巨额的财富、天量财富，它是怎么到国外去的？18亿美金、21亿美金，离岸信托，这个钱是怎么出去的？我想外汇管理部门不应该查查吗？这第2个就是宗庆后跟他第1任老婆，也就跟宗馥莉他妈
什么时候离的婚？然后跟那个杜建英在美国领的证，什么时候领的证？说是2005年，有没有涉嫌重婚？我记得这个杜建英他还是娃哈哈集团的党委书记还是副书记。这个娃哈哈集团怎么说？它还是个国企，也就是说，宗庆后和这杜建英都是社团成员，而且还担有这个职务，书记跑到美国生孩子，这个社团不给说法吗？没有违反社团的相关的规章制度吗？他这2个孩子正好赶上的是计划生育，他们俩人都是社团的人，宗庆后和杜建英有没有这个裸官的嫌疑？第三个，你看宗氏家族把娃哈哈当做自己的提款机，对吧？娃哈哈就是一个品牌，完了娃哈哈所有的生产代工都是由宗氏家族的亲戚在外面把持，这个难道不涉及国有资产流失吗？也就是这些，我觉得在杭州国资委要把他的股份出售，正好趁这个机会好好查一查，做一次清算，完了之后把它卖掉算了。杭州的善城区国资委正好趁这个机会把它股份卖掉，好好做一次清算，洗个澡，交出一份详实有力的审计报告。娃哈哈就给他们宗家或者给其他人，他们自己愿意怎么斗怎么斗，对吧？愿意怎么分怎么分，这是人家家事。最后我预测一下，除非是有关部门出手，至于什么原因出手咱不清楚。我个人觉得恐怕在这个嫡长女大小姐宗馥莉和这个如夫人杜建英的宫斗中，我个人觉得这个形势对宗馥莉不利。从法律关系上来说，从股权结构来说从财产到时候继承，这个对宗馥莉是相当不利的。但是我没有说支持谁，这是人家家事，我们只是说分析。但是宗馥莉有个优势是什么呢？他还可以继续打他的这个叫爱国牌。你想娃哈哈的控制权，对吧？宗庆后的天量财富如果落到杜建英的手上，那他就说，你看他的3个孩子是美国人，你看看这个是对杜建英不利的，对宗馥莉相对有利，这是他有利的地方，他可以打这个牌。但是这个牌最终打了也要反噬。我再说一下宗庆后为什么这么安排，我就想到了最近咱们说的《红楼梦》。《红楼梦》里面荣国府的安排也是非常奇特。你看贾母设计，这个贾母有2儿子，一个是贾赦，一个贾政。贾赦袭了爵，按道理嫡长子既把爵位袭了，还要袭家产。那贾政最后给他一点钱，你就出去搬出荣国府，到那后面大街上买一处宅子，就在那儿，最后时间一长变成旁支，一般的都是这样。但是贾母恐怕是他为了平衡，一方面恐怕对贾赦不太满意，贾赦当然嫡长子，一方面恐怕也比较喜欢贾政，再加上这个皇帝感念贾代善，就是他们的父亲，所以说赏了贾政一个官职。在这种情况下，贾母安排把这个贾赦是袭爵，贾政就把荣国府的家产给袭了，他的管家就变成这么一个格局。实际上这就导致内斗更加残酷。你看这个宗庆后的安排完全一样，就我推测宗庆后的安排就是什么，把这个钱21亿美金给他3个孩子，3个美国人，你们每个人拿一笔钱就得了，把这娃哈哈股权这些东西，这个控制权给嫡长女宗馥莉，也就是宗馥莉袭了爵。我们假设一下，套用这个贾母《红楼梦》里面的搞法，实际上就是宗馥莉袭了爵，让他那3个美国孩子息了产，每个人拿一笔巨额资金，你就继续沉默，继续隐在背后，不要浮出水面，这样继续宗庆后的爱国人设就不会翻车，让这个宗馥莉在台前，宗庆后名节得以保全。哪知他一死，这个安排就立马被撕得粉碎，这个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展开，而且必然是你死我活。嫡长女复仇记对战影子夫人，保护这个娃哈哈品牌，所以这个戏码还在不停的改变之中。我觉得对宗庆后来说，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个时候我们就更能体会王熙凤说的那句话，还有大的难处。你看看有豪门的难处。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